早晨太太，早晨先生，我想介紹自己，我叫 Nurjana，我今年36歲，我離婚，我有一個小朋友，我會教徒我唔識煮肉，但係我識煮豬肉。我之前喺香港有6年啦，我照顧小朋友同埋照顧婆婆。照顧小朋友咧，同佢玩玩具，幫佢刷牙，幫佢沖涼，送佢返學，接佢放學。我識煮中國餸開始，蒸蛋、蒸魚、蒸排骨、炒菜、煲湯，番茄炒蛋。我想出去喺香港，因為咧揾到啲錢俾我細佬同埋我自己。希望太太先生俾我出去喺香港，多謝太太先生，拜拜。